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很小的时候啊，就以前我们台东的人奇怪哦，每次有那个从台北工作回来的哦，我一定会问他，怎么样？你怎么那么白回来？我们台东的都已经变黑了，从台北回来的都很白，因为那边晒太阳，一直躲在办公室里面，不然在工厂里面，所以他的工作不用晒太阳，当然就会比较白。我们台东的是天天在晒太阳，比较黑。然后他就讲，很多好玩的地方哦，都是好的，然后来台北都是好的，就来台北，看我近不近？就会来。是啊，是有很多玩耍的地方的，花天酒地，反正就很好玩嘛。但是我的发现是，因为走路不是很方便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看路上的车子，很多的，跑得很快，而且走在路上的人都走得很急，我就会走得很辛苦。我要跟得上人家，也走得很辛苦，走得很辛苦。回到家里头，哎呀，已经辛苦一整天的工作了，还要再一个很辛苦的走路回家，这样就发现了一个不一样，叫做回家的路不一样。我们台东不会那样紧紧张张的，很轻松哦，在路上就可以消除疲劳。还有滋补强身。我在录。
siya matuturay mo isa, buti ka mo tupay, kayo ay